台南旅日作家许旭连用了15档创作的畅销小说《春之梦》，自去年在日本发行以后，就大受好评。今年发行中文版，许旭连嘛特别关切和台南市政府，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着小弟许文能代表关境。市长黄伟哲表示，今仔日是7夕，赠送这本册特别有意义，嘛肯定柯律师是台南之光。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台南市政府能够接受许旭莲女士她的一个大作，由她的胞弟许里长来送给台南市政府，也是送给台南市民。这本《春之梦》可以说已经是不仅是在台湾，在日本是一个畅销书。里面描写的一些这个内容，我想都是触动每个人的心里面。那也描写他一个海外游子到一个异乡到日本去，他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今天刚好是传统的七夕，送这本书也是相当有意义的哈。那每个人的心境尽管各自不同，但对于故乡的思念，但对于心爱的人或家人的一个情感都是不变的。那谢谢许旭莲女士，也谢谢许里长。阮住伫日本的大姊呢，伊去年《春之梦》这本的在日文版出版的时阵就受到咱樊市长的大力推荐，所以很荣幸，在咱日本得到2次的首奖，日本神奈川历史博物馆才永久保存。日本媒体冇在报道咱台南市市长对咱台南市的文艺非常重视。所以这本《春之梦》今年6月在咱台湾出版的，本对阮大姊亲戚，要把这本中文版送给咱市长，因为疫情的关系无登来，所以由我来叫我一定要代表亲戚来送给咱市长，他日回国一定亲自来道谢。今仔我嘛代表阮大姊向大家致最大的谢意，恳请大家继续来支持，甲鼓励，谢谢。文化局长叶铁山表示，《春之梦》是一本跨时代的爱情故事，内容以横滨甲台南为背景，自1937年的中日战争写到2019年的日本令和时期，引从台日两国的历史经验。许旭莲女士是台南市非常杰出的文学家，那旅居日本长达有将近40多年，那在日本也发表了很多的文学作品。那这一次花了将近15年的时间，那创作了一本小说。那描述的时空背景就是1937年，也就是说即将2战即将结束前一直到今的一个台日两地的一个爱情故事。那这个场域的空间背景就是台南跟横滨，所以这本小说其实里面也充满了浓浓的对故乡的一个情怀。那因为疫情期间，那许女士没有办法回来在台湾正式发表。那这一本小说在去年在日本的日文版发表之后，就连续获得2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学的首奖。那今年特别在6月的时候出版的日文版，也能够分享给台湾爱好文学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阅读欣赏。上午的观众仪式，除了代表作者的小弟东宫里长柯文玲，还有天义堂的董事长徐国润，以及议员曾信凯，甲参选人曾子杰，拢到场舞会，场面简单隆重。市长表示，希望在全市200多间各中小学的图书馆，拢会放一本。未来市立图书馆嘛会来各地点装。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